时阵唱的歌，即首歌做好用，阮家己改成台语版的，好，好，因为阮有两个人担一支麦，阮就共用，好，共用的。因为我没想放中文的。老师有时间放原版的吗？你是互大家听放埋原来谁都可以。安尼我。这是原版，不是这，这是英文的。景点，学校只要上半天，下午没事我就带着马子去逛街，来到美丽华的摩天轮的售票亭前，想要带着我的他一起飞到天安，就在这个时候发现口袋根本没有钱，我们只好站在一旁干瞪眼，脑海里面居然浮现物理老师的脸，问我物体需要什么力才能绕圆圈？圆周运动一定需要什么力？需要什么力？需要什么力？圆周运动一定需要什么力？需要向心力，向心力顾名思义，指向圆形的力。如果没有向心力，物体就会沿着切线方向飞出去。飞出去是因为惯性，很多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。向心力是力要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再来一次，向心力是平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懂不懂呀？摆，它是怎么摆？一根细线拉着支点绕着圆圈摆。既然它是绕着圆圈摆，谁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？原来是重力，还有绳子的张力，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。神猛，你超级三只手在倾斜的板砖上急速回转。既然它是急速回转，谁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？原来是正向力的水平分力，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。小明骑着脚踏车转弯，谁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？原来是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，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。地球绕着太阳转，谁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？原来是地球和太阳的万有引力，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。向心力是力要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再来一次，向心力是地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懂不懂呀 ？OK， 现在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移动跟转动相处的地方。听仔细喽，有位移就有脚位移，有速度就有脚速度，有加速就有脚加速度，有数量就有转动惯量。动起来的困难度要看质量，转起来的困难度就要看转动惯量。MR 平方是转动惯量，安静的平方在充质量。力是用来改变动量，力矩是用来改变角动量。到底什么是角动量？老师有在讲，我也有在听。角动量是 R cross P，R cross P，R cross P。角动量是 R cross P，R cross P。再来一次，角动量是 R cross P，R cross P，R cross P。角动量是 R cross P，R cross P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什么力？需要什么力？需要什么力？圆周运动一定需要什么力？需要向心力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。需要向心力，需要向心力，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一定需要向心力。向心力是力要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再来一次，向心力是地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是单平方除以地方，懂不懂呀？懂不懂呀？这首歌做洗脑，洗脑到伊考试的时阵，无想要听着拢袂使。这是原版的，接下来阮咧唱的是台语版的。好，开始。
哟，今日好好只来上半工，下昼因我着带女朋友去世界，来到美丽华，我天天受过顶头前，想要带我伊做伙飞上天。就是这个时阵发现大家根本无看势，我只好徛伫一边烧我的车。大家内底拢出现物理老师的面，问我具体需要啥物理，才会认识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啥物理？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啥物理？需要向心力，向心力顾名思义，只向完成的力。也无这个向心力，具体就会顺着这种方向飞出去，飞出去是因为惯性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哟。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，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用做动摆，伊是安怎摆？一条绳啊，举个一张咧成水摆。既然伊是咧在圆锥摆，上来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，原来是重力，佮有绳啊的张力，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。先用超级物理射手伫咧气体的路面急速转势。既然伊是急速转势，上来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，原来是正向力的水平分力，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。小明徛脚来较长远，上来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，原来是咱甲涂骹的摩擦力，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。地球咧是太阳转，上来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，原来是地球甲太阳的万有引力，提供圆周运动需要的向心力。哟，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，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，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好，今仔要来同大家介绍的是移动甲转动相像的所在。注意听，有位移着甲位移，有速度着有角速度，有加速着有角加速度，有质量着有转动惯量。动起来困难度爱看质量，转起来困难度会爱看转动惯量。mr 平方是转动惯量，半径的平方叫成质量。力是会改变动量，力矩是会改变角动量。到底啥物是角动量？老师有咧讲，我嘛有咧听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cos t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再来一摆，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 cos t。角动量是 r cos t，r cos t，r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啥物力？需要啥物力？需要啥物力？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啥物力？需要向心力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需要向心力，需要向心力。圆周运动一定需要向心力，一定需要向心力。哟，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？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再来一摆。向心力是虾米平方除以 r？ 是 mr 欧米伽平方，是 mr 数摆平方除以 t 平方，敢有了解？敢有了解？好，多谢大家。